大家好，Vicky。咁睇咗呢部呢泰國戲啊，喺 Netflix 嗰度呢，就即係上咗架嘅就係呢部啦，《學校霸凌13號》啊嚇。即係呢啲呢都係即係泰國嘅可以叫恐怖片啦。咁其實嚴格上呢，佢係一部即係都混合咗幾種元素，一啲娛樂嘅電影嚟嘅，可以咁講嚇。睇完同大家分享下，再講落去之前，邀請你訂閱呢個頻道啊，多謝你嘅支持。咁其實呢，我覺得佢都歸類係咩呢？就係啲青春校園即係恐怖嘅電影啦嚇，即係咁樣啦嚇。咁其實呢，即係非常簡單嘅，即係一開始呢，就即係講學校，即係啲女學生咁樣就有啲即係互相即係欺凌咁樣啦，啲欺凌嘅啲即係大嚿衰咁，即係類似咁樣。跟住呢，就即係蝦啲同學，咁啲同學就要即係商量點樣即係去抵抗咁樣嚇。跟住呢，就又講佢哋係即係排球隊咁樣嚇，即係好青春校園氣息嘅一啲嘅設計啦嚇。跟住呢，亦都講呢，就有一個即係被蝦嘅女仔啦嚇，就係有少少即係報復嘅行為咁樣，即係類似咁啦嚇。於是呢，就令到嗰個大嚿衰呢嚇，專合人嗰個同學呢嚇，發現呢，即係條仔呢又俾人叫啊，跟住呢，就因此咧就做咗啲即係暴力嘅行為，又被趕出校咁，即係一連串嘅打擊啦嚇。講佢咧就有一日咧就喺操場咧就吊頸自殺死咗咁樣。OK，咁於是咧呢一班同學咧就即係變咗咧就俾鬼追啦嚇。嗰個咧自殺咗嘅同學就化成就恐怖嘅鬼咁揾佢哋，好似即係揾佢哋報仇咁樣嚇，即係搞翻佢哋咁樣嚇。變咗呢一部咧。就係撈咗一啲呢係死神來了咁嘅一啲嘅即係恐怖情節嘅一啲嘅復仇咁啊，即係隻鬼就揾呢班同學去報仇咁啊。呢班同學呢，亦都去揾一啲唔同嘅靈界嗰啲嘅師傅啊，希望呢就去幫佢哋點樣可以即係搞掂呢個冤魂呢。點知其實就係嗰隻鬼呢就好猛嘅咁樣，就係搞唔掂嘅。啲人就會陸陸續續呢就被遇害咁樣，即係咁情況咯嚇。其實係一部咩戲啊嚇？當然啦嚇，其實佢預咗咧，其實都係咁樣啊。你會都估到咧，一定有條橋嘅其實嚇，即係少少啦嚇。交代咧點解呢個女仔會自殺死啊？同埋點解要揾佢哋，即係要搞佢哋啊，變成鬼啊，都要搞佢哋一班同學咧咁啊。呢啲其實就唔難想像嘅情節啦。anyway，我覺得佢個目的都唔係想包裝一部好經典嘅恐怖片啊，即係驚嚇程度好高啊，即係好嚇人嘅一部即係高水平嘅恐怖戲。唔係嘅，其實我覺得咧係一部咧即係青春校園恐怖片嘅路線啊嚇，即係 entertaining 嘅，我覺得係有佢娛樂性嘅嚇。有啲情節都 OK 嘅，少少搞笑咁樣啦嚇。我自己覺得亮點反而係即係睇嗰啲女同學咯嚇，都有幾個都幾靚女嘅其實嚇，即係睇青春少女咁即係 OK 嘅，我覺得嚇。娛樂性都 OK 啦，但係就驚喜又唔好啦嚇。咁所以咧就有時間又可以睇下咯。高分又唔會好高分嚇，即係咁情況嚇。所以咧，如果呢部電影咧5粒星滿分咧，我係會俾2粒半星。